各位搭客，好波自然有人睇。Pro Show 開講第3節，我哋繼續同南華班主羅傑成論盡本地波。今日俾你去負責香港嘅足運 ，OK？ 你會覺得最首要解決嘅難題係啲乜嘢咧？我覺得就係由嗰個 structure 開始，就係個分工啊，同埋而家已經係同以前頭先我講過已經係轉變咗嘅，但係而家仲係用一啲以前嘅方法，例如足運，我講足總咁啦，用大量嘅人手去搞一個淨係本地嘅賽事，而忽略咗呢個香港代表隊啊或者青訓嘅工作咧，我相信係對呢個香港足球繼續推進有一個好大嘅阻礙。即係而家外國已經唔係㗎啦，足總嘅角色應該就係做一啲代表隊、國家隊嘅訓練或者一啲青訓嘅，唔好將大部分嘅人手資源擺晒喺個聯賽嗰度。咁呢樣我諗係最大嘅問題啦。職業化或者即係企業化點睇咧？其實我哋叫職業足球，我覺得仲係半職業嘅啫，都唔係完全職業嘅。如果要職業化咧，我相信要每一個球會行出嚟都要將佢自己個架構同組織要改革啦。咁我相信呢度真係要1-2年嘅時間。所以而家希望有幾隊球隊搞好少少，搞職業化啲，等第二啲球隊睇到，咦，原來呢個方向係啱嘅，我哋乜嘢行呢個方向咧？咁我諗會就會成功嘅職業化。早輪咧有啲球迷嘅反應啦，可能係即係都激烈咗嘅話，即係香港足球代表隊就南華化咗啦。你聽完咁講，會唔會即係火都嚟埋咧？唔會嘅，因為我第一步搞都預咗㗎啦，預咗會收到呢啲嘅投訴嘅。咁但係我哋有成績俾人睇啦，好似喺呢個東亞杯裏邊咧，我哋可以擊敗北韓出咗線啦，我哋就會去踢呢個決賽啦。咁但係其實我個構思就係因為我都頭先講咗足總咧，太過注重咗喺聯賽，而喺冇喺代表隊個培訓裏邊咧。其實如果代表隊喺國際賽事嘅成績唔好，就直接影響咗香港，冇人有興趣睇嘅。但係如果只要你國際賽事即係代表隊打得好嘅，喺亞洲打得好嘅，國際賽事好嘅話，一定會吸引翻香港球迷留意翻本地足球嘅。咁所以我就盡量喺南華足球隊裏邊所有入選嘅香港隊嘅成員咧，我都希望羅致咗過嚟加入南華。咁而長期咁嘅訓練咧，變咗第日，所以呢次我哋係啦，唔會話即係打太空個波。開波先至埋嚟咁樣，冇錯啦。所以睇下我哋最近嘅成績咧，大家睇到咧就係打得咁好，就係因為佢長年都係咁樣訓練，咁所以變咗夾慣晒啲波係完全唔同。有一個例子，譬如日本先算啦，即係佢哋嗰個足運發展其實真係一個百年大計嚟嘅，人哋真係做咗好多年到今日見成績啦。如果我哋香港嘅足運嘅發展真係一個通盤嘅計劃，好有系統咁去執行，而家呢方面係缺啲嘅，政府可以做啲咩咧？我諗政府第一嘅就係應該就要俾多啲資源我哋啦。而家我哋最大嘅資源其實唔係銀紙就係球場，我哋個球場根本係唔夠分配嘅，因為而家又要政府甲乙丙組球隊嘅訓練啦、青訓啦、18區啦、學校嘅校運會咧，根本而家嘅球場係嚴重好短缺嘅。你希望有朝一日咧就將南華上市，你有啲咩扶 fit 係可以令到即係上市之前啲投資者啲基金啊順利抌錢落嚟度？呢個都係一個構思啫。我覺得一隊球隊如果要好似而家歐洲咁強大嘅球會咧，一定要係集資買好多有質素嘅球員。你今年會3000萬喎班費係嘛？我哋打算預算用，但係而家未用到。變到個資金嘅方面咧，除咗贊助咧，我相信就係要喺外來集資翻嚟。所以我有個構思就係有一日如果要搞個職業球會咧，一定要係擺咗喺上市公司裏邊。外國嘅網站數字顯示，南華喺全世界個球隊嘅排名係182。你點睇呢個182咧？呢個就非常之高興啦，因為我哋比中國中超嘅球隊或者有啲日本嘅球隊，我哋個排名都高。可能我哋近期打嘅國際賽個成績好啦，所以我哋排名一度係排高咗。咁我希望繼續 keep 住，如果打到100大之後呢，我相信更加多其他歐洲、亞洲其他國家嘅或者其他球隊會留意到香港嘅足球。同埋最緊要係我哋本地嘅球迷係入場。冇錯，呢個先係最重要啦。想同你傾嘅嘢好多嘅，咁啊不過時間所限，希望有機會再傾啦。嗱咁啊各位市民，2月24號嚟緊呢，就係呢個亞協杯咧就開鑼啦。咁啊記憶猶新，舊年嗰場波咧係講緊成4萬人就破咗大球場本地賽事嘅入座率。咁啊 Stephen， 我哋一齊努力，咁啊多啲球迷可以入場咧，就還我本地波。下星期再見。